係周刊同你睇天氣。本港今日係大致天晴，不過清晨時分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新界東北部錄得超過30毫米嘅雨量。今日各區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都係處於低嘅水平，中環嘅能見度維持有30公里左右。今朝嘅最低氣溫介乎喺25至27度，日間天氣炎熱，最高氣溫升到有30至32度，上水升到超過35度。轉下而家嘅氣溫係28度，相對濕度係84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係大致天晴，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低氣溫大約係27度，日間炎熱，市區嘅最高氣溫大約係32度，新界會再高1-2度，吹和緩嘅偏東風。今個星期剩低嘅時間大致都係天晴同炎熱，星期日北風就會增強，隨後嘅2-3日風勢頗大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會係9，強度係屬於甚高。但係地方面，未來幾日華中地區持續有雨，其中喺重慶、西安同埋鄭州一帶，局部地區係會有暴雨。專家就話，該區未來幾日嘅雨量將會比同期高50%至1倍，土壤含水量比較高，有機會對農作物造成不利影響。另外，一股較強嘅冷空氣將會喺今個週末影響華中地區，該區氣溫將會顯著下降。武漢市星期日嘅最高氣溫降到只得大約17度，而清晨嘅氣溫更加係會降到11度左右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雷暴，澳門明朗；廈門多雲，台北天晴；上海落雨；北京多雲；瀋陽多雲，首爾多雲；大阪、東京落雨；曼谷雷暴；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；雅加達落雨；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多雲；墨爾本天晴，悉尼天晴；布里斯班驟雨；惠靈頓、奧克蘭明朗；孟買天晴，新德里有霧，卡拉奇明朗；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驟雨，洛杉磯驟雨；紐約天晴，多倫多明朗，芝加哥明朗；羅馬多雲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明朗；法蘭克福、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天氣講到呢一度，各位晚安。